古水的毛小孩甲主人做伙走秀日常，就是要为7月29号伫雅果游艇码头登场的宠物大街活动有先宣传。雅果游艇集团自7月起，将伫咧每个月最后一个拜六办理各种主题市集。这次率先登场的主题，就定为雅果游艇大街萌宠天堂，热情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秀毛孩、食美食、踅市集。透过开放这个免费的参观，我们雅果游艇大街市集，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，可以来亲近海洋。同时呢，这个透过呢，在游艇大街上面呢，这个水上跟岸上的美景呢，可以让大家呢轻松的拥抱海洋。而且我们在当天呢也送出了最大奖，就是呢价值上万元的一个帆船的体验行程啊，包船的行程，希望让大家呢这个非常轻松的就可以亲近海洋、亲近游艇码头。那未来呢，雅果游艇大街市集呢，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9点钟，全部都是开放，每一个月都有精彩的主题，欢迎呢一般民众呢都可以免费入场。来哦，来哦！对，遛狗就是会觉得很惬意啊，对啊，因为他平常其实也很少，就是可以到一些比较开阔然后又干净的地方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假日带狗来这里，顺便自己也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啊。雅果游艇码头是全台第一座宠物友善码头，设施包含宠物便所、宠物拍卡点以及宠物友善餐厅等。以实际行动率先响应宠物优先，所以不管你是狗派、猫派，也或是兔子派等各种毛孩爸爸妈妈，相信一定会伫遮享受到休闲又够优雅的假日时光。记者张锡伟采访报道。